係咧，好多朋友都問我三個問題嘅，咁咧就第一咧，葡萄牙嘅國籍咧係咪真係要等10年咧？咁第二咧，已經申請緊甚至係投資咗嘅人咧，會唔會被追溯咧？第三，Golden Visa 咧仲值唔值得嘅？咁咧就今日同你條片咧，用最清楚、最實際嘅方式咧，同大家解釋一下。先後背景嚟講啦，咁按照咧原本嘅葡萄牙嘅國籍法咧，只要你係合法居留5年嘅話咧，就可以申請入籍嘅。如果你由滯留居留卡嘅申請嗰一日開始計咧，就唔需要咧等到政府批卡嘅。咁但係2025年咧嘅10月嘅時候咧，已經改咗個例㗎啦。咁咧葡萄牙政府通過修法咧，準備大幅收緊國籍嘅制度。核心改動咧就有3點。第一，一般咧外國人咧係申請國籍嘅居留年期咧由5年改為10年，只有歐盟公民同埋葡語國家嘅人士咧可以7年。第二咧，計時間嘅方法去改變，由原本咧遞交申請開始計咧，變成係攞到居留卡之後咧再倒翻嚟計。第三啦，原本咧提出犯嚴重罪行嘅咧，可以自動失去國籍嘅喎。3點一出咧，就即刻引起好多爭議啦。咁啊，政府點解要咁做咧？根據咧 IMA 嘅數據咧，自從2019年開始咧，葡萄牙嘅外國嘅人口咧已經增加咗3倍，咁啊，而家去到咧係160萬人，佔全國人口咧係15%。同一時間咧，政府亦發現咧一個現象，2024年咧接近5萬人咧係成功攞到咧葡萄牙國籍，而真正咧係長期居留喺葡萄牙嘅人咧，得係1.5萬人。政府認為咧國籍嘅制度太寬鬆啦，對本地嘅居民咧就唔公平嘅。但係問題咧呢次係修法咧涉及大量已經喺個制度入邊嘅人口嚟嘅，咁啊將修法咧係提交去咧 Portuguese Constitution Court 作為預防性嘅合理嘅審查嘅。咁而憲法咧法院嘅裁決咧就正式咧係最近出爐嘅。法院嘅結論咧可以分為幾點啦。法院確認咧10年居留嘅要求本身係合憲嘅。同樣咧，攞到居留卡或者係開始計時間咧，亦都被裁定係合法嘅喎。換句話講咧，政府咧收緊入籍門檻呢個大方向咧係行得通嘅，但係同時咧，法院咧亦都否決咗咧多個關鍵嘅條文，包括啦自動因為刑事嘅定罪而失去國籍啦，以及一啲咧過於模糊、影響申請人咧合理期望嘅規定。法院咧明確指出咧，法律唔可以一刀切，咁亦都唔可以咧事後改規則，損害咗咧已經入咗世到嘅人嘅信賴嘅。呢句咧你可能問咧，咁依家咧究竟清唔清楚未咧？答案係未，因為最關鍵嘅原因咧係仲未真係解決到。而家嘅現實嘅情況就係咧，喺葡萄牙申請居留卡咧，一般都要等到2至3年。咁以前咧呢啲等待嘅時間咧係計入5年入邊嘅。咁如果新制度全面實施嘅話咧，就會變成都2-3年先至可以攞到居留卡，再去申請，再等10年先可以係申請呢個國籍。咁即係話咧，最壞嘅情況咧，可能係要12年喎，仲可以先至可以攞到葡萄牙護照。好多人嚟講咧，呢個已經係唔係慢少少啦，係慢好多。而係咧，即係令到你個人生嘅規劃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問題咧對 Golden Visa 嘅投資者咧就更加明顯啦。亦要記住咧，葡萄牙 Golden Visa 咧推出嘅時候係2012年，當時咧政府咧就好清楚咁講，只要你投資約50萬嘅話咧，就你同你家人咧可以合法居留、自由出入神根區。咁啊，5年後咧可以申請國籍嘅。呢個5年嘅期望咧，亦都係市場嘅幻想啦，而係多年來咧制度本身嘅承諾咧。2024年啦，政府咧取消咗房地產嘅投資呢條 Golden Visa 嘅路線，改用其他嘅投資路線。而出人意表嘅係咧，需求咧反而上升咗喎。根據 IMA 嘅數字咧，2025年嘅6月頭咧，Golden Visa 嘅批准嘅數量係上升咗72%，而最大申請嘅來源咧係美國。目前為止咧，Golden Visa 咧已經喺葡萄牙帶來接近咧90億嘅歐元嘅投資。但係咧，政府可唔可以咧事後改遊戲規則咧？一批居住喺葡萄牙嘅 Golden Visa 持有人咧，已經對政府咧提出法律嘅訴訟。佢哋嘅理論咧就好簡單啦，投資當刻政府係承諾5年嘅，依家咧事後改制度咧係侵犯咗合理嘅期望。而憲法法院咧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咧就否決咗多項追訴性嘅條文。最後一點咧亦都係最現實嘅，即使咧多項條文咧被裁定違憲，國會入面咧仍然有超過2/3嘅議員咧支持收緊國籍嘅制度。好多傳媒咧亦都指出呢條法例咧可能會撤回，勞修改咧就會再推出。不過咧大方向不變啦，細節會再調，不確定性仍然存在。最後我用呢一句咧就係
總結啦吓，今次嘅國籍法嘅爭議咧，只係由5年期到10年，而係葡萄牙邊個算真係真移民嘅一個重新定義。如果你已經喺葡萄牙，或者你係做緊黃金簽證嘅投資者咧，或者咧係正考慮咧移民歐洲嘅話咧，你嘅身份政策嘅風險咧，一定要計埋落去。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嘅話咧，我會繼續同大家剖析葡萄牙嘅生活，或者係葡萄牙嘅黃金簽證嘅最新消息。再見。